上一集我哋去過油麻地，今次我哋繼續跟住情尋香港嘅 George 嚟到灣仔。如果話油麻地係一個充滿市井風情嘅社區，咁灣仔就係時代嘅縮影。中西式歷史建築、唐樓同埋豪宅，全部都係喺同一條街出現。第一站嚟到莊士敦道嘅和昌大押唐樓群。呢4棟超過130年歷史嘅戰前唐樓，仲保留住昔日廣州式建築嘅風格，亦都係屬2級歷史建築。原來呢度以前係當鋪、百貨同埋民居一齊並存，亦都見證咗灣仔由填海地慢慢發展成為繁華社區嘅過程。跟住我哋去到皇后大道東嘅洪聖古廟，呢一座1847年建成嘅1級歷史建築，原本係屹立喺海邊嘅岩石上面，供奉守護漁民嘅洪聖大王。不過經歷多次填海之後，而家已經深入市中心啦。轉個街口，我哋見到1915年建成嘅舊灣仔郵政局，亦都係香港現存最古老嘅郵局建築。呢座充滿精緻灰塑同埋人字瓦頂嘅建築，默默記錄咗灣仔100幾年嘅歷史變遷。嚟到石水渠街嘅藍屋，呢一排喺1922年落成嘅藍色唐樓，係香港活化保育項目入邊留屋留人嘅經典例子。George 話呢度以前有華佗廟、武館同埋醫館，而家仲有民居繼續喺度生活㗎。最後我哋嚟到六安街嘅灣仔北帝廟，街坊又叫做玉虛宮。呢間廟係1863年嗰陣由街坊夾錢起嘅，入邊供奉北帝、包公同埋龍母。北帝廟唔單止係俾人拜神，以前仲係街坊傾偈、議事甚至係教書嘅地方，亦都可以話係成個社區嘅中心，見證住灣仔由開埠到而家嘅變遷。經過呢2次嘅文化之旅，我哋深深明白到點解 George 咁中意呢片土地，因為佢一直相信傳統並唔係守舊嘅包袱。灣仔嘅唐樓、古廟同埋市井氣息，都係香港最真實、最有溫度嘅文化印記。我終於知道點解叫情尋香港，因為真係會有人一步一步咁行運呢個城市，然後將一啲就嚟消失嘅故事一個一個咁傳承俾下一代。